好，来继续来看韩国籍的啦啦队员李祖温，今年来加入到中华职棒的啦啦队，因为人气真旺，接袂少的广告活动甲代言。讲最近刚涨身价，讲伊参加活动的费用刚花到120万，这个计数是来创纪录，是台湾啦啦队的查囡仔的10倍，是李德辉的2倍外。这是去有这个厂商惊到，讲安尼因请袂起，放弃了。富邦娱乐是讲，迄拢毋是事实，希望外界毋通传谣言，愈传愈含糊。南蛮总尤其的角色拍广告伫镜头前展现活泼的模样，有 AI 女神外花李祖筠，人气有够好，来台发展2个月尔，厂商收真吹。我是李祖恩。陆续摕到超商电信业手游等等的广告的代言，即马讲厂商要找伊出席活动，要过一个问经纪公司开的是120万的天价，只好放弃。内行讲，啦啦队女孩出席活动的介绍分做3个等级，知名度较悬的，像春春、兰兰等，出席一场活动，平均的介绍差不多是10万块。中这个等级的差不多6万至10万，新人也是较无遐有名的，差不多是3万块到6万块左右。因为中职啦啦队的林湘出席活动开的是30万，是本土啦啦队内底介绍上悬的。2023年，李德辉来台湾以50万块出席费创下新纪录。即马李祖筠开出120万，毋那是中职啦啦队上悬的介绍，竟是李德辉的2倍外。是讲人气遮悬，最近票选人气的啦啦队员队友拢认讲伊无应该干那第2。我觉得他是第1名。 이게 그 사실 진짜 뭐 유명도다 뭐 이런 걸 떠나서 팬분들이 저한테 이렇게 만들어주신 순위라고 생각을 하기 때문에 팬분들한테 너무 감사하고. 是讲内行嘛表示讲，李祖筠目前台湾、韩国双边去走，都干有活动时才来台湾，会开出120万的出席费，可能是因为活动期间伊必须专工为韩国坐飞机来台湾，所以讲介绍才比较较悬。针对这点，富邦娱乐声明讲，李祖筠出席活动费用的消息，甲事实无符合，嘛希望讲这卖将球迷会当将焦点放伫伊加油的表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